来互动的朋友们，你们今天快乐吗？啊，我们也很快乐，因为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尤其是昨天的话，随着中央电视台的剧组一起，翻山越岭12个小时来到咱们这里，见到咱们亲爱的朋友，真的是非常高兴。是啊，虽然路不是太好走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路的这个优美的风光，真的是让我们心旷神怡，真不容易，我们终于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了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我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送给你们。那就是那首《天上人间》，会唱的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人逍遥地起舞天，天上人间，天上飞心儿相连，我们高高举着高高吧，好似神仙。天上人间，月儿在飘荡人间，天上人间，人逍遥地起舞天，天上人间，天上飞心儿相连，我们高高举着高高吧，好似神仙。人逍遥的起舞天，天上人间，天上飞心儿相连，我们高高举着高吧，好似神仙。天上人间，月儿在飘荡人间，天上人间，人逍遥的起舞天。我们的朋友，天上人间，天上飞心儿相连，我们高高举着高吧，好似神仙。